女生們白睫美肌嘅秘密，即刻話你知點樣可以拯救佢嘅殘樣，就係呢個皮秒 Pico Gel， 一罐就修復晒肌膚嘅問題，有白藜蘆醇、竹炭、海藻糖，可以深層吸黑、美白淡斑、修細毛孔，只要敷15至20分鐘，你會得到一個容光煥發嘅效果，真係越敷越白。用之前記黑頭粉刺，用完就全部通通唔見晒，簡單一罐就回復白睫美肌。女生們白睫美肌嘅秘密，即刻話你知點樣可以拯救佢嘅殘樣，就係呢個皮秒 Pico Gel， 一罐就修復晒肌膚嘅問題，有白藜蘆醇、竹炭、海藻糖，可以深層吸黑、美白淡斑、修細毛孔，只要敷15至20分鐘，你會得到一個容光煥發嘅效果，真係越敷越白。用之前記黑頭粉刺，用完就全部通通唔見晒，簡單一罐就回復白睫美肌。女生們白睫美肌嘅秘密，即刻話你知點樣可以拯救佢嘅殘樣，就係呢個皮秒 Pico Gel， 一罐就修復晒肌膚嘅問題，有白藜蘆醇、竹炭、海藻糖，可以深層吸黑、美白淡斑、修細毛孔，只要敷15至20分鐘，你會得到一個容光煥發嘅效果，真係越敷越白。用之前記黑頭粉刺，用完就全部通通唔見晒，簡單一罐就回復白睫美肌。